呀，小猪车心中有。呀，刚从路看了江苏，中华农啥，托拉吉萨胖子，吉布高乌托拉吉萨胖子，吉布高乌托拉，嘿。刚就来了这个说的吉萨的胖子，吉布高托拉，吉萨胖子吉布高乌托拉。吉萨胖子吉布高乌托拉。给到三八节说，家多少大菜送娘家的着那的，送三八几把着的，娘家着那的送三把几把着的，娘家着那的送三把几把着的。像三把嘎松，下不弄大套松，娘有不娘接松，三把高一托嘞，三把高一托嘞，当下的三把个松，下不弄大套松，娘就是不娘接，送三把高一托嘞，娘就不娘接，送三把几个托嘞，娘就不娘接，送三把高一托嘞。三把节送，下个路就先送娘家人最多的，送三把几杯茶的，娘家人最多的送三把几杯茶的，娘家人最多的送三把几杯茶的。哟，七把三把嘎松，下着真就是热松。娘就能挖几松，三把高一托嘞，娘就能挖几松，三把高一托嘞，嘿，七把三把个松，下着真就老松，娘就能挖几，送三把高一托嘞，娘就能挖几，送三把高一托嘞，娘就能挖几，送三把高一托嘞。吉布高乌托拉，杨家人的只有我个叫爸爸，留着一单把他种，我个叫爸爸留着一单把他种，我个叫爸爸留着一单把他种，我个叫爸爸留着一单把他。